嗰啲有錢嘅人，佢哋點解會揀某個地方咧？點解佢哋會選邊一度咧？佢嘅選嘅原因係乜嘢咧？咁如果佢哋嘅後代嘅運程發生咗轉變，係唔係因為某種原因而引起嘅咧？咁我啲書裏邊咧係有講到嘅。咁佢就叫做《香港華人古墓2000年史》。咁有好多嘅書評家都提到一樣嘢啦嚇，佢話為一個城市嘅古墓寫歷史咧，好似喺中國嘅出版史上係第一次。咁其實中國內地有好多城市咧，佢嘅墓葬都係好精彩嘅啊，當然亦都係非常之有底蘊嘅。咁香港大家通常會認為香港嘅文化底蘊係比較少啦，咁有咩嘢好睇嘅？咁我就想話俾你啦，睇下佢個篇幅都唔細嘅，一共有14.5萬字嘅，每個字都係我一筆一畫，都係全部我自己寫出嚟嘅，因為係一張白紙，之前冇人做過嘅。香港嘅墓葬嘅歷史係好特別，因為佢係睇起上嚟好似我哋覺得冇乜文化，但我話俾你聽，佢嘅文化從漢朝一路到近代都係好精彩嘅。咁當然啦嚇，咁裏頭涉及到好多風水嘅知識，玄學、易學嘅知識，亦都涉及到好多工藝嘅知識。咁所以咧，佢其實係一個知識嘅綜合體嚟嘅。咁其實寫呢本書嘅積累咧，就以前我喺廣州時候，因為我喺廣州嘅時候經常去行山。咁中意去廣州附近嘅白雲山啊，其他啲地方去睇。咁廣州古墓資源好豐富。咁但係由於喺內地要出本墓葬嘅書，咁就會遇到好多各種各樣嘅困難咯。咁我諗下，不如先從香港度試下寫起。咁結果本書出嚟之後咧，好受坊間嘅歡迎。咁甚至認識咗好多朋友。認識好多朋友之後咧，咁就連香港嘅一啲大嘅原居民嘅氏族啊，譬如佢哋最大嘅嗰啲姓鄧嘅氏族啊咁樣，咁佢咧亦都係邀請我去做佢哋嘅風水顧問啦，要幫我哋去睇下佢哋嘅祖山啊，要重修啊，要修理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啊。咁後來咧，咁亦都有啲意外嘅發現嘅喎，就係咧，當我呢本書出版之後咧，會有好多行山嘅愛好者啊，啲同好啊，咁佢哋咧就會嚟報料，佢話俾我聽有啲乜嘢書上係冇嘅嘢，佢哋而家新發現喎。咁其中最開心嘅一個發現咧，就係喺2025年啱過去2025年咧，就有啲行山嘅同好咧，佢哋就喺新界嘅新田咧，發現咗一座書裏邊係冇提到嘅一座明代崇禎年間嘅古墓群。咁佢哋就因為睇到我呢本書，佢哋對於明代嘅墓葬嘅形制有一個認識，咁於是佢哋就會嚟報料。咁於是我就同香港嘅古物古蹟辦事處嗰度咧就緊急聯絡，因為嗰個地方咧係已經被徵地啦，政府要喺嗰度做科技城嘅。咁後來經過咗半年時間嘅大家嘅探討啦考證之後咧，咁政府就最後決定嗰塊地咧就係原址保留。咁呢個好開心嘅事，都係一個呢本書嘅一個可以講係一個附加嘅效應啦。咁相信咧越嚟越多人都會關心呢啲墓葬同埋佢設計嘅嗰啲邏輯啦、佢嘅原理啦，同埋佢係點樣影響到古代人嘅思維，影響我哋今日嘅生活。咁呢本書嘅讀者裏邊咧，其實好多咧就係香港嘅一啲堪輿嘅愛好者，或者係對於香港嘅歷史文化嘅愛好者，因為裏邊佢哋提到嘅古人嗰啲風俗特別係對於近代嘅風俗，因為我知道近代嘅風俗對於我哋而家今日嘅影響仲係好大嘅。呢書裏邊咧係有講到嘅，咁所以好多人咧對呢啲咧就特別感興趣啦，佢想知道哇，原來佢哋古人係咁樣去諗一件事，佢哋係咁樣去選擇一個地方嘅喎，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本書嘅一個特色所在嚟嘅。